賽事葵青關愛杯決賽男子組已經開始咗啦。靠近岸嘅第一線係葵青漁灣立泰龍，第二線係南丫島合心龍，第三線係飛魚龍舟體育會，第四線海盛體育會。賽事開始咗冇幾耐，四魚龍舟都差唔多啦。而家第一線應該稍為領先少少，立泰龍。第四線海盛，立泰龍海盛，合心龍，飛魚，海盛，立泰龍，合心龍飛魚，海盛體會打出嚟，跟住立泰龍。因為南丫島合心龍同埋飛魚都好接近啦。